这首的旋律已经是有够作者，就是咱咧讲的音乐之父。我们会称他为音乐之父，表示伊真正是真厉害。咱所谓学音乐的人，一定要分析他的曲式。我一定拢爱学伊的曲式，爱得比较分析。伊就是咱咧所称的音乐之父巴哈。当然即马可能拢毋是叫做巴哈，已经拢念做巴赫，因为 BACH 嘛，德文它是德汉，所以即马你若看有一些的也写巴赫，那就是在指巴哈这一个人。但是对我们来讲，可能巴哈你会比较清楚，他就是音乐之父，他的伟大。也可以说。无法度后壁的人无法度去对着伊的迄个技巧啦，那好，咱准备心3个在做礼拜。各位兄弟平安，这是礼拜即要开始，咱请有带手机的兄弟调整关机，也是静音的模式，互咱有好的礼拜品质。这时请咱压头来默祷，听候上帝的话，请奏乐。
全地啊，就对上主欢呼，就欢欢喜喜来敬拜上主，就唱赞美的诗歌来到伊面前，就知上主是上帝，伊创造咱，咱属伊，咱是伊的子民，是伊牧养的羊群，就用感谢进入伊圣殿的门，就用颂赞进入伊的殿院，就感谢伊。称赞伊的名，这时，请咱同心来吟圣诗第2首：圣哉，圣哉，圣哉！来称赞主的名，请起立，吟传首。请坐。这时，请咱同心压头来祈祷。至诚的天父，疼痛的上帝，阮感谢你，逐日逐时会看顾甲保守，伫阮的生活中也时常引带帮衬阮正人。阮今仔日搁一摆出席伫你的面前，伫你圣神的光照内面，阮也反省家己伫生活中有时软弱，有时失措，也时常有无够格的所在。求主搁一摆赦免。主啊，恳求你带领阮回转，搁一摆来归向伫你。求主今早起透过牧师的讲道、圣经的真理来光照阮正人，互阮会当伫你的内面，搁一摆回转伫你，互主你来欢喜。主，阮也要用主你教示阮的祈祷，安尼来讲。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诚。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带阮入日去，就救阮脱离迄个歹业。因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天
咱要来交托启应文，启应文第63篇，希伯来书第11章。现着，请咱三甲来交托。神是对所仰望的事有把握，对无看见的事会当肯定。古早人因为这个神得到上帝认定接纳。对神，咱知宇宙是对上帝的话创造的。安尼看会得为看袂到的来做的。对神，阿伯比该稳，献较好的祭物互上帝。对这个神，伊得到上帝认定接纳做义人。虽然阿伯已经死，通过这个神，伊还在讲话。对神，伊若无经验死，受牵线去上帝遐。人无过看到伊，因为上帝甲伊牵线去。伊若受牵线以前，已经互上帝认定接纳。无信就袂当互上帝欢喜。因为亲近上帝的人，一定着信上帝有存在。搁信伊会互找伊的人得到报赏。对神，若对还未看到的事，有听上帝的警告。存敬畏的心，做一只大船，救伊全家。对这个神，伊定世间人的罪。搁根据这个神，伊成做伊的继承人。对神，阿伯拉罕受掉，迄个要承受最产业的地的时，虽然毋知要去倒位，犹顾伊有顺坦出去。这个人通过因的信，拢得到上帝认定接纳。毋过无得到所应允的，因为上帝为着咱有较好的安排。伊的旨意是爱这个人甲咱有份伫这个安排。安尼所信的，才会当完全实现。这时，咱要来听上帝话，记载伫圣经。今仔日圣经有2位，第一位是伫路加福音第6章46到49节，是安怎恁称呼我主啊主啊，却无实行我的教示？来我遮听我的话，搁实行的人，我甲恁讲，伊亲像什么？伊亲像人起厝，土掘真深。地基下伫石盘顶，大水来，水冲着厝，厝嘛袂摇动，因为厝起真坚固。毋过听我遮的话无实行的人，亲像人起厝无下地基，水一个冲，厝随时倒落去，甚至倒甲真厉害。第2位圣经记载伫哥林多前书第3章。第10到15节，照上帝予我的恩赐，我做一个熬的建筑师下地基。别人伫迄顶面起造，毋过逐个人着看家己安怎得起造，因为上帝已经有下耶稣基督做唯一的地基，伊以外无别的地基。伫这个地基顶，人若用金、银、宝石、木材、草，也是稻果起造，逐个人工程的好歹，伫基督来临的日，会互火烧，甲伊露现出来。因为火会试验逐个人工程的品质。人所起造的，若互火烧袂去，伊就会得到报赏。人所起造的，若互火烧去，伊就会损失。不过，伊本身会得到救，亲像对火中逃命走出来。愿上帝祝福听叹伊话，佮安尼行的人。下面主日学生要带来赞美，因要吟的诗是《世界因你美丽》。
因不只是用嘴学落，也用手来学落吼。咱今仔日下面要请李文玉牧师来正道，伊要正道的题目是信心的根基甲实践。刘洋的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主，我有这机会当代表玉山信仰院，甲大家请安。这届地动造成全省包括花莲真大的损害，伊真济这个包括这个大楼甲这个啥拢倒去有10外，差不多有20-30栋的厝你若是搭红单都是爱拆围楼。内底包括咱真熟悉的迄个耶稣啦，这个中信尾也改做汉品，统帅大楼已经倒去真济这个迄落，所以这造成咱真济人伫看这个天灾、看这个地动的时，有真济这个无奈啦，嘛毋知影到底是安怎即个地动伫花莲会造成遐尼严重迄落？有诶讲是因为地动诶迄个震央伫花莲，其实会当伫全台湾所有诶断层诶所在拢会发生。伫咱诶一生诶中间，咱看到济济即个伫无老诶日子。有济济的教会，还是有济济才会讲因是基督，因行新约基事，因有真济才会无共款的教导，造成教会真大的混乱。伫阮花莲的时，花莲是全台湾信主的人统计达到20%，但是伫遐嘛看到太济的教派，不管你是韩国。你是真济这个别个教派，伫遐有造成真大的即个困扰。咱今日要甲大家来学习的，就是怎样看基督徒的根基的问题。咱三角来祈祷。阮的爸，阮的上帝，阮感谢你，阮看到即届的大地动，造成花莲真大的亏损，包括玉山信仰院。主啊，阮知，阮伫你的面前无啥物通夸口。圣经讲，根基若朽坏，义人还会当做啥物嘛？主啊，求你帮助阮，互阮知怎样将阮的信心起造伫根基，建立伫即个石盘耶稣基督的内面。主啊，阮恳求你祝福阮在座的正兄弟姊妹，互阮知影怎样来起造上帝的殿。主啊，阮伫遮献上阮的感谢，阮阁将时间完全仰慕伫主你的手中，求你保守，互阮有智慧、聪明、甲好的体力，阮会当明白伫圣经创世以来所蕴藏的奥妙。阮伫遮献上阮的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圣经讲，根基若毁坏，义人还阁会当做啥物？义人是咱这个受耶稣基督的保护所拯救、分别做圣的人。但是，这个根基若是毁坏，咱就失去迄个像这个大楼拢倒去共款。感谢主，即届花莲虽然大地动，但是死的人无济。只有个位数，这个人一般拢是伫台鲁国的迄个遐个步道是去迄个台鲁国的迄个崩坑的内底造成的。但是咱无法度望讲，所有的人拢会当遮尔幸运，伫迄个7.3、7.2的大地动，还会当保守咱会当避免即款的遮尔大的灾难。
基督教的信心到底是啥物？信心若无信仰的对象，都毋是圣经所讲的信心。我最近目睭敢若无啥好，是恁的后壁迄字先后壁使。这个巴克牧师是阮读新人院的时，拢爱读的迄个伊的神学的思想。伊讲信靠的态度，若是脱离了相应的这个信靠的对象，都毋是圣经所讲的信心。真侪人讲我看到才相信，我明白才相信，我有感觉我才相信，拢用我做这个标准。用我来判断到底这个神是毋是真正的神，但是这毋是圣经的信心的意思。圣经的信心的意思，毋是用我做标准，乃是用上帝，就是你所信心的对象，正做你信靠的对象的这个信心，才叫做信心。伫即个经文设计，甲咱讲，我干脆看这个。伊讲伫旧约的内面吼，信一个字的背景、甲来源、甲上帝、甲伊的子民立约有密切的关系。这个字包括了上帝的子民甲上帝建立关系的所有的方法。伫新约的内面，信是记着对伫上帝的应允来有的这个坚定的信靠。上帝的应允是透过上帝的话，透过耶稣基督，甲透过福音的见证，就是真侪人伊虽然无写真侪，但是伊用伊的信心，愿意牺牲顺道。圣经内面安尼讲，因为迄个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厝外无人会当立别个根基，就是讲你的信心是起造伫你家己，也是起造伫你所相信的这个对象。你所相信的这个对象，来建立伫上帝话内面，建立伫耶稣基督的内面，建立伫圣神的引带甲保守的内面。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耶稣基督。除了耶稣基督以外，无人会当立别个根基。圣经嘛咧讲，毋然呢，我嘛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我认捌我的主耶稣基督做至宝，我为着伊已经放杀万事，当作肥土即个粪土，为着要得到基督。深深的话，路加福音咱拄啊讲，深深的话，迄个地基是安那话迄个地基？因为伫迄个地基的内面有真侪只的废土，真侪只的烂土，也是只的土玫瑰。你拢爱家画好清楚，爱画出来。你画愈深，你的厝就会当起愈悬。你的上帝会起造上帝的殿，你就会当互即个内面要放迄个石盘，就是你家遐个废土即个废物，拢家己画清楚了后，你就会当用耶稣基督的石盘。点伫即个石盘的内面来起造，真侪人无爱画地基，即个大楼会倒，毋是讲因规个倒去，是因为因的地基画无深。
因的起造的店、起造的饭店，也是起造的遮个大楼的内面，因的装潢、因的外观、因的遮个用真侪金钱来伫外口来看，非常的壮观。但是因看袂到是迄个地基的内面有真侪遮个废土，甲遮个遐个烂土无画清楚。伫旧约的内面有迄个摩西所创造的会幕，伫迄个会幕的起造会幕是上帝甲人同在的即个所在。会幕最重要的是迄个光的来源无共。伫迄个地基的内面是暗迷蒙，无人会当了解。伫迄个地基的内面，伫迄个暗中甲上帝有亲密的关系。伫迄个会幕，伫迄个外院甲圣所、至圣所。伫迄个外院的时，伫迄个祭坛，还阁是伫用日头的光，但是进入圣所甲至圣所所用的迄个光，是对伫内面的迄个灯台，所以人甲上帝的关系。只有进入迄个至圣所，进入迄个上帝的圣所的内面，迄个灯台灯台金灯台，伫迄个金灯台的内面，才会当伫遐甲上帝有亲密的关系。了后进入迄个至圣所的内面。伫迄个施温做迄两个天使看目的迄个所在，有上帝的宝座的所在，有上帝的光，上帝伫遐甲摩西来讲话。真侪人已经失去了进入迄个暗中甲上帝的亲密的关系。因伫外口做了真好看，因伫外口也有遮个装潢要真济，才会照这个饭店共款非常的壮观。但是呢，因的地基毋是起造伫暗中，甲上帝的来往，伫遐甲上帝有一个好的团结。圣经内面佫有话安尼讲，起造伫使徒甲先知的根基的顶面。有耶稣基督家己做房角石，伫迄个使徒甲先知所起造的即个根基的内面，有耶稣基督正做房角石来起造上帝的殿。圣经爱咱无正做一个假冒伪善的人。圣经爱咱正做一个，伫你的行为、甲你的智慧、甲你的知识、甲你的起造的内面，是伫甲上帝真亲的迄个关系的内面。求主帮助咱。我本身是中原大学电子系毕业。所以我拄仔听到林牧师讲，伊捌伫朝啊迄教会带一个。毋过迄是较早啦，我是民国50年的，民国57、60年左右啊，真久以前啦。我今年75岁啊，我拄仔看到科长咯，我两个也讲袂完的话吼。我是所有教会出身，甲约信。甲杨启仁牧师，甲迄个洪恩教会，迄个林博士，是所有教会出来的4个牧师。我已经退休啊，70岁就退休啊。伫即个中原大学的电子系了，
我转来巴林高工教册教电子，读理工的人拢真清楚，就是你所想的理论，还是你所知影的理论，你若做袂到，你这个理论是无效。所以你这个理论就是爱配合做出来，才会当实行。所以真侪人爱参加比赛，毋是讲伊爱安那比赛，其实最重要是通过比赛，伊会当知影伊的实力到伫甚物款的所在。这个电脑毋知安怎怪，我家己教电子的，我叫电脑这母干呢吼。大家拢叫我讲爱搁换，爱搁换，我讲我已经换了有够济啊，我无爱换。信心的根基到底是在伫倒位？是在伫上帝话、圣杯、耶稣基督圣囝甲上帝听圣神。咱来看圣经，基督徒的信心是起造伫上帝话，毋是伫人的话。上帝话，伊讲咱因为信就知影，这个世界是借着上帝话造成。即安尼所看见的，并毋是对显然的面来做出来，就是讲，伫迄个上帝的灵通过上帝的话，就是伫迄个物质界迄个大爆炸内底。忽然间就出现迄落，所以是，毋是讲上帝用树仔来去做这个茶，用这个电线啦，用啥来去做这个麦克风，还是什么物件？毋是，伊是对迄个看袂到的迄个上帝讲爱有光就有光，所以伫迄个看袂到的所在显出迄个光来。伊讲，咱因为信，就知影这个世界是对上帝话造成。咱过来看圣经，耶稣大声讲：信我的，毋是信我，乃是信迄个找我来的，是信迄个。你信上帝话，就是信迄个上耶稣家己讲，你信我就是信迄个上帝，即个找耶稣基督来的。了后，耶稣搁找圣神来，伊讲，恁也因为信。伊讲，恁也因为信迄个叫伊对死里搁活，搁互伊荣耀的上帝，叫恁的信心甲愿望，拢在伫上帝。所以咱拄爱讲清清楚，信心是起造伫上帝的话，毋是伫人的话。伫华人有介麻烦的代志，就是讲有真济。教派甲教会，因有真济遮个信者基师。我伫华人的吉安的华文教会牧会，5月17年退休，70岁退休。伫即个所在是迄个王母娘娘的总坛，
阮离王母娘娘的迄个总段差不多500公尺，离迄个主祭慈济医院甲即个慈济的即个就是因的迄个灵修院，就是迄个主祭迄个所在，只有1公里。所以伫迄个所在有介济人，因细汉就互王母娘娘做囝，也是因下愿伫迄个主祭的即个系统的迄个内面。所以伫遐真济遮的动机，真济遮的犯着鬼，也是真济遮的病痛的。阮伫迄个所在，就爱医病爱赶鬼。伫迄个医病赶鬼的内面，有真济是阮袂当了解的，伫迄个灵界的迄个内面。有一摆有一个兄弟来伫头前要迄落，我甲讲你毋好遐尼活，毋是招拍安尼，伊就安尼向阳安尼一直行过来，讲牧师你替我祈祷，我讲好啊。我安尼向阳安尼，敢若要我讲你免啊活，你这毋是要烧拍，你遐尼活，所以我就甲伊搭一个讲我兄弟你毋好遐尼活，你较后壁。我毋是甲杀，我等下甲搭一个，伊就弹出去，差不多我要甲牧师娘遐差4-5公尺，大一个土骹落来。我心肝就是讲，但差嘛又阁是一个动机啊。了，阮就甲扶起来，因为大家遐因为伫祈祷会，阮就甲扶起来。扶起来了，伊就坐咧椅啊。我就讲举椅后坐啦，因为你要甲祈祷，伊遐倒伫涂骹，你要安怎祈祷？举椅后坐，伊忽然间讲哈哈哈哈安尼，用个笑声哈哈哈哈安尼，你赶不出我的啦！我想你哪会知？我要甲你赶吼，我了袂讲尔。阮结果祈祷会边仔一寡姊妹迄落吼。我毋捌看人走较紧的，飘安尼吼，到会3-4个门吼，有诶撞即个门，有诶撞迄个门，有诶撞迄个门安尼吼，拢撞了，本来7-8个，剩我甲牧师娘甲一个欧巴桑，我毋捌看人走较紧的，个人秘伫迄个储藏室内底，我奇怪是来赶鬼，还是去互鬼赶？哪会变安尼？都我袂赶咧，伊单那讲哈哈哈，你赶不出我的，单那安尼讲尔，人走落了，拢无人。结果尾仔甲鬼赶出去了，我甲迄个姊妹讲，大家拢走了。我讲伊叫秦妹，我讲秦妹你同勇敢，大家拢走了，单那你无走。伊讲牧师啊，我毋是同勇敢啦，我是骹麻去啊。伊讲我骹要举都举袂起来，我有看大家拢走，我都是骹举袂起来啊。所以举袂起来，伊就伫遐拍拼祈祷。圣经内面有安尼讲，假基督、假先知要起来，显大神者、大技术，切出来行，连选民也就受袂晓。所以咱毋通去做伫遮个神者技术，咱是爱去做是上帝话，伫上帝的耶稣基督的内面。圣经内面，圣经有安尼讲，伫起头有道，道甲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这个道太初甲上帝同在，万物是借着伊来创造的，原来受创造的无一项毋是借着伊来创造，活命在伫伊。这个活命就是人的光。照一句话讲，凡那受创造的，无一项毋是借着伊来创造。
就是讲所有的物件、所有的人、所有的万物，拢是借着伊来创造。所以，毋是掠咱做中心，是掠耶稣基督做中心。所以，咱毋通掠做咱是即个世界主角。不管你是偌敖、偌有智慧，摕偌济博士，摕偌济的遮荣耀，伫上帝的面前，拢无受纪念。因为万物毋是借着你来创造，是借着耶稣基督来创造。所以，伊才是即个世界甲即个历史的主。圣经内面佫安尼讲。但是记者的事是要叫恁信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囝，并且叫恁信了伊，就会当因为伊的名来得到活命。上帝的命令就是叫咱信伊的囝耶稣基督的名，佮照伊所赏赐互咱的命令彼此相听。感谢主，上帝互有这个恩典。毋是阮甲机会，我伫民国67年甲当，每礼拜二下晡爱去华联监狱做教会师，做志工教会师，甲当已经45年了。有人说安尼，你讲爱人如己哦，疼人亲像家己。伫监狱内底。伊就咧监狱内底，遮受关监的人，伊都无爱疼家己，你阁叫伊疼人亲像家己，伊连家己都无爱疼，伊怨叹伊的家己，伊是伫下学的时，互老师所看无，伫厝的内面，因为无爱读册，也是无爱做好囝，就做歹囝，透定就爱甲这个恶道的做伙啊，所以因家己真讨厌家己。我看有一个姊妹吼，伊即个手遮吼，敢若火车的铁轨，伊见若食毒，伊就看火安尼流，伊就挂，伊敢若讲毋是挂着伊家己的肉，伊就看火安尼伫流，安尼底下迄落。拢是流介济火，甲伊焚起，互因厝的人看着，迄落。所以逐摆安尼挂，我看挂20-30摆。伊无法度脱离迄个毒品的迄个捆绑，所以伊怨叹家己，伊嘛袂当赦免家己，伊嘛袂当接纳家己。你要讲叫伊疼人亲像家己，伊讲我连家己都无疼，我要阁去疼人。但是通过耶稣基督，会当互咱知影怎样彼此相听。这是真袂当了解的代志。但是因为有一摆我甲师母请一个伫监狱关20几年的出来的姊妹食饭，我讲我做甲介忝，因为。伫监狱内底洗礼出去，伊的家庭、伊的环境、甲伊的家族、甲伊的背景，互伊就无法度搁去教会。讲我做的也无，都拢白做。迄个姊妹甲我手揪着，讲牧师，你毋好放弃，你若放弃，阮就放弃。就是讲，因为你无放弃。所以呢，阮无放弃。今礼拜二迄天下晡，我去监狱讲道的时，有一个姊妹佫走出来甲打招呼。我甲迄姊妹我讲，小芳啊，你到底要怎么办啊？出去进来，出去进来，你是在等牧师忙主宠招啊？伊就是安尼出去入来，我毋知关偌久啊。有出人面啊，看到遮个受气杀的，
伫因的学习，还是伫因的人生的内面有侪受伤害。咱有当时啊，嘛是要去关心这个弱势，甲这个就是咱一般，因为我伫华人高工是教电子，电子是第一志愿进来，入来学生因的背景、因的家庭拢是伫华人拢是顶尖的啦。但是我去工学看到的，甲这拄仔颠倒头表。所以有人时仔感觉上帝嘛真趣味啊，毋知是安那迄个因为阮爸爸我是所有人，阮爸爸阮兜7个兄弟，5个传道人，7个有个伫顺利会迄个村的是伫迄个长老会，4个伫长老会，1个伫顺利会。伫即个第6个，我是第7个，第6个哥哥，伫大陆拢大陆或者地下教会传福音。我嘛有当时有一摆我嘛写讲好啊，因为我是迄个总会的迄个，你毋知捌听过101新八家？我是101新八家的洗礼前的必修课的指定讲员啦，所以我有当时爱去新竹，爱去，我讲来超过新竹，甲高雄迄边的我袂去，来台北这边的我会去做讲员，是迄个，所以我写是讲好啊，我来去大陆遐个地下教会来传福音。物件，迄个行李都还袂摕，落飞机就要讲安尼掠去啊！我讲你实有够厉害，徛喺路中，徛伫迄个机场遐，徛伫毋知咧找啥人，找着我，来，我咧想讲。我都还袂开始啊，你就甲我掠去。阮哥哥因伫外口讲投稿啦，尾啊，伊嘛无甲你拍生惊啦，因甲你半点钟了问的，看你无啥物迄落，因为我头一摆去嘛，了就放你走了开始军装，迄礼拜介一个公安咧落来包啊，阮哥哥看办事歹，伊就讲。紧坐飞机转去台湾，结果我2礼拜课，1礼拜就甲上了。了我就转来台湾，我都迄当阵开始真侪年啊，我都毋捌去啊，超外年我都毋敢搁去，因为确实太厉害。了遐个动工去互公安咧掠去，有诶。有诶掠去关，有诶毋知走去倒，有诶迄落，但是拢迄个我讲诶同工，就是讲遐个地下教会遐，因拢讲林牧师啊，你不要太难过了，那个我们在大陆就是这样我们会为你祷告，你也要为我们祷告，所以。伫迄个福音的工作的内面，你要去做伫上帝的业力的内面。圣经内面也佫安尼讲，凡事毋通结党，毋通贪图虚假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逐人看别人的比家己较强，逐人毋通干那顾家己的事，也着顾别人的事。恁着用耶稣基督的心做心。伫大陆的时，因讲圣经，因拢用背啦，咱着爱佫现
人因拢用背的，对马太福音开始背到启示。伊讲我若去共产党掠去，阮关毋是3年5年，我看迄有诶卡车片拢去迄电有无？迄电磁棒啊，电磁棒电甲臭火焦呢，电甲规个卡车片拢全臭火焦呢，啊，佫去迄个边竖的安尼规条安尼吼，啊伊嘛是信。伊讲阮内底，阮也袂当看圣经，阮嘛无圣经，阮就伫遐背，用圣经伫遐背，逐工伫遐背，阮就替台湾的这个党员来祈祷。所以，咱就用耶稣基督的心做心，咱来谦卑倚靠上帝。咱讲圣父、圣子、圣神。圣经里面安尼讲，恁既然听去真理的道，就是迄个叫恁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伊，就受了所应允的圣神做印记。咱是用信耶稣基督了，圣神就点伫咱的内面，带咱行这条义的路。圣经佫安尼讲。因为知影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愿望，愿望无至到见效。因为所想事咱的圣神将上帝的疼灌压伫咱的心内。真济人掠做圣神，就是神者医师、医病赶鬼。但是保罗伫哥林多前书第12章。讲到圣神的运数，伫第13章讲，我甲同奇妙的道甲恁讲，这个圣神最大的这个奇妙的道就是疼。所以是哥林多前书13章将迄个疼讲甲非常的清楚。所以圣神是上帝的疼。伫以弗所书3章17节讲，互基督因为恁的信点伫恁的心内，叫恁的疼心有根有基。我因为时常爱去监狱做这教会师吼，所以下拢甲我排华人国讲甲我排拜二也是。拜三下晡就无排课，互我会当去监狱，因叫是我去遐装外快我也点啦，因为即款物拢偷走的，真忝就有影，可是讲无忝骗人的啦。好一摆赛车赛甲独居，你知？仔种的迄个监狱的边仔的路的树种迄个树行出来，紧祈祷啊！感谢主。以前我去监狱的时，伫遐拢会甲上帝祈祷讲上帝啊，你甲同在啦，帮助我，互我会当伫监狱来服侍你。有一摆我甲门拍开，嘛是共款安尼祈祷，一个声非常的清楚，就好亲像人徛伫你的边仔安尼。我当时讲上帝啊！你帮助我，因为赛车为华联国港赛到迄个监狱爱半钟外钟，差不多35分钟啦。我伫遐40几年，我毋捌甲因摕一角银，所有的来回尤其是家己出，只是去转来，介紧张，足惊讲迄个。教育局吼，毋知佫来找麻烦，佫要来掠，较早感谢主，因为上帝互我写迄个全国头一本的电子类科吼历届试题的解答，是全国头一本，所有的补习班拢用我的册，所以下真保守，因来讲，李老师不见了，7000亿，因遐讲教育部、教育局、教育厅又来查，遐都签阮，连阮校长嘛用学我的笔字签代替签名。因来讲，李老师跑到哪里去啊？伊讲，
刚刚还看到啊，因为反国刚太大了。我刚刚看到啊，在那边呢，在操场啊，你要找他吗？没有，我们找一找看看。有些老师听说很喜欢乱跑。迄个声就敢若徛伫边仔，甲你讲，你爱他们吗？你敢有听遐个監獄的遐个人？确实讲，我无听伊。我做一个牧師，我会当伫台仔顶讲甲上帝话，讲甲迄落时，嘛会当伫遐甲因教诲，伫遐甲因迄落时。但是呢，我很不喜欢他们。是安那无不喜欢他们？因为真侪人知影阮兜的背景，阮阿公是开拓所有教会迄个理顺传道师，是马街的学生。我小学是伫所读的，我的同学、我的朋友拢是伫所。但是阮爸爸因为一个囡仔的问题去做保，全家破产。迄阵阵我当那9岁啊10岁。小学4年级，迄个来阮兜讨钱的，是拢赤龙赤凤的。因为阮已经厝王查封，阮就带去阮的阿伯的即个猪条，甲遐猪卖条，甲迄猪条铺顶悬创迄个敢若迄个茶，安尼创一个通铺。阮是住伫迄个通铺的顶悬，遮个来讨小的，都是遮个赤龙赤凤的。阮嘛毋捌伊，阮嘛毋是欠伊的钱。像阮妈妈伫涂骹兄，就是煮饭，因为阮嘛无灶啊，煮饭煮菜，遮个物件拢甲阮塌倒，我徛伫边仔。我实在袂当做啥，只有9岁10岁。所以虽然我伫遐有真侪机会因伫做即个工课，但是上帝真清楚讲，你有听伊无？我沿路驶车，沿路哭，确实我无听伊。我9岁10岁看到因遮个赤龙赤凤的，从我妈妈遐个。当顶生活甲塌掉安尼，阮妈妈一直规个惊伤害阮遮个囡仔，一直甲因规着讲，叫因毋通伤害阮遮个囡仔，讲欠的钱阮会还恁啦，阮会还恁啦，阮欠的钱还恁。我毋知影到底欠偌济钱，但是我知影讲钱较重要。我只有9岁10岁，所以迄阵我就一直想讲，我一定要趁真济钱。但是我即摆对遮个赤龙赤凤的百外的遮个受关监的遮个受刑人来讲道，我爱甲因讲爱听，爱彼此相听，但是我听袂出来。我看到因，因为监狱内底因是穿内衫、穿底裤，身躯拢全赤龙赤凤，遮拢赤甲全迄落，你无赤嘛袂使，你伫内底迄落，所以我目屎7个，伫大门7个，我入去内底，我甲遐个受刑人吼，甲遐个关监的讲，我讲，我伫未讲道以前，我咧甲你回息咧，大概像8斤，内底有迄落伫遐算迄个。迄个活猪哦，迄个才有几粒啊，逐工算安尼，1、2、3、4、5万3，我毋知拢清楚。伫遐算活猪的啦。平时我若讲道，伊拢伫遐算1粒2粒。即摆伊无爱算，目睭金死死。我讲我细汉的时看到踢着阮妈妈会使当顶生活，甲踢伫涂骹的，都是恁遮赤龙赤凤的。我会当伫遮讲道，会当伫遮叫恁悔改，叫恁迄落其实呢，我无听恁。遐个人拢点的，我要甲恁回息咧。我无听心，但是我会当做听心的工作，就是甲恁讲道，叫恁信耶稣，叫恁会当得救。但是呢，今日圣神甲我讲，你敢有听伊？
其实我无听恁，甚至我看到恁，就想到我9岁、10岁时，我怎样伫苏澳看到恁，将阮爸爸、将阮妈妈伫煮饭的遐个当顶拢甲踢伫涂骹，连咧汤嘛拢插咧涂骹，菜嘛拢踮咧涂骹，只是爱来讨钱。求主怜悯啦！迄当阵，遐个犯人，我共款讲到点外钟，因超过120个，即个关家的，我看因处理的时，因的内衫遮拢重，阁有人目屎阁伫哪沁。因讲李老师，我毋知影讲你细汉的时，你受的伤害是遐尼大，但是你即马，你会使无爱插我，你嘛会使毋免来。但是因为你答应恁爸爸，愿意来，阮爸爸是花莲家教的头一位的荣誉教诲师啦。所以阮爸爸过身的时，讲毋留有人会当接伊的工课，我讲好，我来接。我讲我会当无有疼心，但是我甘愿做疼心的工作。但是今仔日我有圣灵接位，圣灵问我讲你敢有疼因？我沿路口甲讲，但是讲以后。我会甲上帝求，我疼恁。我若无疼恁，我无法度徛伫即个所在来讲道。上帝就是疼，点伫疼的内面的，就是点伫上帝的里。伫迄个起头，上帝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烟面黑暗。上帝的灵运行伫水面，上帝讲要有光就有了光。所以上帝的灵毋是只有一个感动，一个新约启示。上帝的灵是一个疼、稳定的上帝。信心的实践到底是在伫哪里？信心是叫做相信，是包括信念甲委身。这个委身就是咱的献身啦。你献身若无对象，就无叫做献身啦。基督徒信心的献身的对象是上帝，耶稣基督福音甲使徒的见证。耶稣回答我来讲，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疼主你的上帝。第二项就是讲爱疼人亲像家己，阁无有比这2条的诫命阁较大的。是安那爱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就是讲你对伫你献身的对象，这个对象的内面，你会当将你的活命做到什么款的这个献身的这个活命的强度、强度。伫旧约的内面，咱来看希伯来书第11章，有真侪这信心的伟人，因是伫摩西的律法的头前，包括亚伯拉罕，因也无律法的观念啊，因唯一会当知影就是，我对伫我所信的上帝，我迄个献心的迄个程度到什么款？约伯讲，赏赐的是耶和华，提去的嘛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而来，因无律法的观念，所以信心的实践是迄个献身，你会当献身到什么款的这个你的活命的强度？你的活命的强度，若是会当真做人的帮衬。真做上帝的名会得到荣耀，上帝就称呼你做义。所以耶稣的小弟雅各早安尼讲信心若无行为就是死。虚假的人啊，你愿意知影无行为的信心是死的，所以毋是靠着行为来得救，是靠着
相信的卫生，你的献身的对象，你的活命的强度是甚物款？所以伫迄个强度的内面，你就会当知影讲，上帝是安那？伫希伯来书第11章来学落遐个信心的威胁。真侪人为着上帝，因献出因的时间。真侪诗班虽然真无用，但是因愿意练歌，因愿意伫遮献上因的活命的迄个强度、迄个强度，因愿意委心、愿意献心伫上帝的真理的内面。所以因选择我去教会做礼拜，就是真侪遮个聚会人，伫教会有真侪遮个90几岁，因若来教会坐落，牧师开始讲道，伊就开始困。牧师啦，大家阿妹伊就起来，真是。有当时你会想讲，遮个人以前少年的时，拢做过长老。当时你讲，我无长老，你若要困哦，嘛倒厝困倒啊，奈？哦，所以有当时做牧师嘛，介无奈啊。老长老坐遐困，伊佫袂使讲。困到佫咕叫。你若叫因太太长老娘讲，甲恁人爬起来，困无要紧啦，莫顾啦。长老娘讲，人伊拄来入来好好啊，是你开始讲道伊才困的。所以做牧师就为难，困嘛袂使，无困嘛袂使。所以阮拢甲伊讲啊。上帝，互你得到安息啦！你教会安息，一礼拜来安息一届啊！所以圣经内面有安尼讲，众人问伊讲，阮着怎样行，才会当做算讲是做上帝的工啦？耶稣甲伊回答讲，信上帝所赐来，这就是做上帝的工啦。你只有信上帝所赐来，就是耶稣基督，这就是做上帝工啦。毋是靠着你的行为，你做工的偌济，才会当得救，毋是安尼啦。这是靠恩典。伊讲伊虽然做囝儿，也是因为所受的苦难学了顺叹。天堂无苦难，无需要迄落。所以，既然得以完全，就为原来顺叹伊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所以，你要怎样学了顺叹，就是伫患难的中间找到顺福。天堂也无苦难啊，但是天堂的内面是真侪愿意顺服上帝话的人，求主帮衬咱。今日玉山新人院派我来遮，因讲，互你选，你要去台北土城教会，还是要来南园？我讲我来南园。台北以前我袂去啊，佫走到台北。我以前要去李春生啦，还是去一寡遮个真侪目沙啦，真侪遮迄落。我即马体力无法度啊，75岁。我讲我南园教会，而且。我有听讲，溪长老伫遮啦，我毋知影今日会当拄着。阮是细汉做大汉，尾我初小学毕业就去花莲去读花莲中学，就以后就拢无去。是所有教会有4个传道人玉信迄个林伯寿，迄桃园的洪恩教会，甲杨启仁牧师啦，4个。感谢主，因还佫伫岗位上面啦，还是玉山新人院派，是因为讲咱教会是用台语做迄落。阮即摆有一个姊妹，教会新学生，甲派去迄个爱讲台语的教会，为着要甲
甲会友距离拉得比较近啦。啊，伊就讲我是为就问讲啊那个乡下要怎么讲？我就讲啊庄脚啦，哦，啊伊就讲我是为花莲的庄脚来，但是庄脚到尾啊讲道的是，伊讲我是为花莲的尻川来。讲哦，毋好阁派原住民的去，花莲的庄脚来，甲花莲的尻川来，差介济，所以我新人伊来敲电话来，我就讲好啦好啦，但是莫派伤远啦，求主帮助咱，咱的画面来改变，咱的行为就改变，最后咱来做伙来读这个。你用台语、用华语拢来读，华紧来。你们或以为树好，果子也好；树坏，果子也坏。因为看果子就可以知道树。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所以是迄个画面的改变。求主帮助咱信心的根基是起造伫上帝的话，也起造是咱有偌大的迄个献心，迄个委身的强度是甲什么款？咱三甲来祈祷。阮的爸，阮的上帝，阮感谢你，阮有这个机会通过玉山新人院的纪念主日，阮会当做伙来学习，怎样将阮的信心起造伫上帝的话。起造伫耶稣基督，以及起造伫圣神的听的内面，就主你祝福阮在座的正兄弟姊妹，也保守阮伫你面前的学习。阮安尼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这是请咱来吟回应的诗，圣诗第618首，咱就信靠上帝，请起立。咱用使徒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自在。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字路玛利亚出世，
伫本州壁岛人来受苦，定是第死埋葬恢复。第三日伫死人中过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全国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这时，咱们来感恩奉献，请尤佩瑜执事、陈文南执事来书献。起立。通过耶稣的教话，成全阮毋茫的记号。嘛求你将你的话语坚定伫阮的心中，带着阮信心的根基。阮即马奉献出你所属阮的，阮提出全部来做各位内容。求你感染，阮的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请坐。咱来看本周的金句，请咱做伙来读背来。因为上帝已经有下耶稣基督做唯一的地基，伊以外无别的地基。哥林多前书第3章11节。好，这时咱要来迎新，毋知今仔有第1摆来到咱中间的兄弟姊妹，会当麻烦你站起来，自我介绍，互阮会相熟悉者。伫咱的手中有迄个李玉松弟兄陈思涵夫妻跟你的小朋友伫咱的中间，咱欢迎。来欢迎伊。个黄珠姐的姐姐对美国转来咱台湾，甲咱同齐聚会，咱欢迎伊。个庆余的先生那个伯君伯君捌伫咧第2堂礼拜做礼拜即届伫咧第1堂第一次来到咱当中
咱嘛欢迎伊，甲咱同齐做礼拜。搁一位迄个怡锦，韩怡锦的旁边，你那位是不是？就那个黄珠姐前面那位。美容长老，是，欢迎伊来到伫咱中间。好，来看报告事项。报告事项第一点，本主日是为着玉山新学院的奉献主日，感谢李文玉牧师代表学院前来请安正道，来请咱大家为本庄的原住民实学教育来关心代祷甲奉献，较等的华语堂礼拜三了要召开中秋会，请咱备办心。第二点，请各团体开始备办后一季的聚会的内容，请伫6月13号交予干事，方便后一季新势力的制作。具体消息咱来看，第一点，28号上午9点，伫五教会有举行2024年第2摆南洋区会，林牧师要前往参加，请关心代祷。第二点，6月15号，伫双连教会新庄大船部举行信仰生活大晋级智能科技运用在信仰生活的实作与分享请有兴趣要参加的兄弟会当来报名来请找咱的营运小组吴成安执事第三点到第五点，请咱大家来过磅，有兴趣参加才来报名好，咱来看顶周的聚会出席奉献报告，请咱大家过磅搁有本周甲来周的事项表请大家过磅，有服侍安排兄弟请提早来备办心会计报告来请大家过磅，若是有出入的所在，请来找干事来做更正好，牧师有补充报告无好。这时咱要来祝福公道请咱3个阿头来祈祷至圣的天父，疼痛的上帝，阮感谢你，阮奉你圣子耶稣基督的名，来到你的圣殿，来向你祈求，来向你求讨。主啊，伫这个纷纷扰扰的世界，阮恳求你，互世界各国的政府有智慧，互逐款的战争拢会当来煞，互百姓会当平静安稳来过日子。阮也为着最近立法院的纷争来祈祷，求主来赏赐互每一位立法委员有智慧、真实来为着国家甲百姓的利益来立法，来放落个人也是党派的利益甲立场。愿上帝继续来带领台湾伫民主自由的国家体制内面来向前行。主耶稣，阮感谢你。你是有医治大能的主，求你施落恩惠来医治阮教会中身体有病痛、身躯也有无爽快的兄弟姊妹。主啊，阮仰望你，阮要特别来为着陈灵珠、吕朝金、吴美惠、林美玉、许英莲、陈永贤，以及以及遮无法度伊提名的其他兄弟姊妹。主啊，求你施落恩惠，你的大能圣手完全来医治。至圣的天父，疼痛的上帝，阮也为着教会中侪的长辈来祈祷，求主赐下喜乐的心，互因每一日生活拢会当充满主所赐的平安甲喜乐。主啊，今早起，阮伫遮领受你圣经真理，求主引带，阮也将阮每一个人的需要，你带来到主你的面前。主，你听阮伫遮的祈祷、的恳求。主啊，虽然有真侪人的需要，阮无法度伫遮一一提名、一一提出，但是主了听阮正人的祈祷，阮感谢你。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这时，请咱起立来吟结束的诗，圣诗第416首。
经过一日得主因传因时煞，咱请林耀新牧师来祝祷。但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真正善。各愿恁的心甲魂以及身躯，伫咱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听恁的是信实，以也要正义。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正人三个伫地，对即时离到世间落尾。阿免。请坐，咱同齐来用这条祝福的诗歌比出来祝福。但免马上去第二。